群眾嘅情緒咧非常高漲，而學生嘅代表啊，不時將佢哋聽到有關北京嘅最新消息向群眾廣播。反對專制！反對專制！打倒邓小平！反對暴力！學生喺省政府門口集會之後，逐隊出發，咁所持嘅標語同埋所叫嘅口號咧，都係針對鄧小平同埋李鵬嘅。保衛學生的生命，人民最可愛的人，你們不會把槍口對着我們的。遊行到今朝凌晨4點幾結束，幾千個學生就喺省政府門口靜坐到今朝早先至離開。呢一次大遊行係由深圳大學嘅學生發起，參加嘅人除咗有深圳大學之外，仲有嚟自深圳市嘅各間中學、工商機構，同埋仲有工人。另外幾間深圳報章嘅職工亦都有參加。喺遊行開始之前，已經有大批公安人員在場，不過佢哋就只係負責維持秩序。今日嚟參加大集會同遊行嘅人大約有3萬人左右，比初時預算嘅10萬人少咗好多。不過已經係深圳有史以嚟最大規模嘅一次。遊行隊伍首先喺廣場舉行大集會，並且宣讀一份告深圳市民書。佢哋話李鵬背棄民意，與人民為敵。祖國也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同胞們有良知和正義的深圳市民們，請你們加入我們的10萬人大遊行，用我們的行動聲援北京。市民們，香港100萬群眾舉行了空前的集會遊行，難道我們還能沉默嗎？如果我們再沉默，中國就沒有前途，香港就沒有前途，深圳更沒有前途。啲深圳市民今日所拉起嘅橫額同所叫嘅口號，幾乎絕大部分都係針對住李鵬，叫佢落台。遊行到晏晝3點半鐘先至開始。佢哋沿住深圳市中心區嘅街道，一直遊行去市府門口。沿途嘅街道全部封鎖晒，俾遊行嘅隊伍順利通過。各位，我而家喺關閘呢度嘅呢個澳門聲援中國學運聯委會發起嘅大遊行呢，個半鐘頭前喺大三巴出發，遊行隊伍呢而家啱啱到咗關閘呢度嘅。佢哋而家呢就想舉行集會嘅，我哋可以聽到佢哋喺度嗌口號同埋唱國際歌。澳門電視台嘅估計，今日大約有5萬個市民參加。聯委會係由澳門40個社團組成嘅，佢哋要求中國國務院立即停止戒嚴同埋一切軍事鎮壓行動，亦都要求人大委員長萬里立即回國，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罷免李鵬總理嘅職務。咁至於今次遊行出發嘅情況同埋沿途嘅經過呢，就交俾許方輝同大家報道。遊行隊伍首先喺下晝4點幾嚟到大三巴牌坊呢度集合，然後就開始集會、唱歌同埋嗌口號。參加集會嘅大概有1萬個澳門市民，將大三巴牌坊對開整條嘅樓梯都坐滿晒。市民跟住開始遊行，經過市政廳，沿住新馬路同埋鬧市嘅地區行去拱北關閘。遊行隊伍係將整條新馬路都擠滿晒。呢次遊行係澳門支援中國學運聯委會發起嘅，澳門多個不同嘅團體、東亞大學教職員、立法委員、工人同埋市民都有參加。而呢啲學生就啱啱放咗學，着住校服嚟參加遊行。而呢隻狗就被人用寫住李鵬下台4個字嘅布帶綁住，諷刺李鵬。今日再有200幾個社工同萬幾個中學生去到新華社香港分社請願，支持中國學生運動，反對中國總理李鵬調動軍隊進入北京城。佢哋不斷叫打倒李鵬嘅口號，一啲學生就喺新華社正門對面嘅皇后大道東豎起幾幅標語，叫李鵬懸崖勒馬。由下晝3點幾，啲學生就陸續嚟到新華社門口請願。警方估計今日參加遊行嘅中學生超過1萬人，一啲學生仲將喺學校收集到嘅同學簽名交俾喺新華社門外靜坐嘅學聯代表。之後，啲中學生就遊行去維多利亞公園參加一個支持中國學運嘅集會。喺多倫多，400幾個香港移民由唐人街遊行去到中國總領事館，聲援北京學生，並將一封信交俾領事館嘅職員，轉交正在喺嗰度訪問嘅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要求中國政府同埋學生對話，同埋唔好用武力鎮壓。另外，100幾個中國留學生喺領事館外面集會，要求萬里盡快回國，解決學運問題。
回國，萬年回國。喺紐約，幾百個中國留學生去到中國領事館外面集會，聲援北京嘅學生。而喺東京，4000幾個中國留學生集會同埋遊行，仲叫口號。中國大使館亦有40個職員參加遊行。日本其他城市，包括大阪、名古屋同埋筑波，亦都有同樣嘅示威。而喺法國，超過1000個中國留學生去到巴黎艾菲爾鐵塔附近示威，支持北京嘅學生運動。示威者當中，亦都包括正在喺巴黎開會嘅北京全中國總工會代表。佢哋話，工會支持北京學生爭取民主嘅運動。喺倫敦，大約5000個中國留學生。的士司機凌晨1點半鐘揸的士先去佐敦道齊集，啲的士司機喺車上面貼上標語，反對用武力鎮壓學生，要求軍隊撤離北京。所有的士沿西九龍走廊駛去美孚，然後掉頭去海底隧道，慢駛遊行去跑馬地新華社香港分社。到凌晨4點，當啲的士到達新華社之後，受到在場幾百個靜坐嘅人歡迎。現場有人發起捐款運動，支援北京學生。在場靜坐嘅人高呼打倒李鵬嘅口號，啲的士司機跟住發表聲明，要李鵬下台。